再来看国军的抗弹帮，洪质疑讲根本无法度动枪支。国防部嘛公开测试，强调讲抗弹帮无问题。早起民进党的立委搁再指出讲，国军的抗弹帮采购的规格，唔是用军用的规格哦。呼吁讲国防部就应该检讨修正。之前国军公开感谢各自的抗弹帮抗弹性符合规定了后，研究庆海网红山姆教授阁抛出伫美国一段测试影片，讲战场顶悬敌军无可能关实验室规范。新北市议员林炳旭又阁公布用刺刀破坏抗弹帮的画面，虽然国防部澄清抗弹甲防止插柜是两件代志，按过民进党的外交国防委员会立会进一步指出，国军抗弹帮只符合美国执法人员标准，不是军规。如果有军规，你为什么要采用司法学院的标准？这个的标准几乎是这个的顶标4级，这个不足以在战场上保护国军弟兄姊妹的性命安全，他会被打穿。你验收没有问题，合格，但不代表合用。立委认为民间的相关测试，相信拢是对国家爱护的善意，呼吁国防部应该爱听，佮马上检讨。立院下一会期审查预算时阵，也强烈监督国防部。在国防部的相关的认知里面，总是会认为说，我们现在的标准其实是符合美国相关的规定的。那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应付战场上最高强度破坏力的子弹，包括钢芯弹能够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水位？对立委提出的建议，加重到这个进前，国防部也无做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